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今仔日读一段的经节，伫诗篇133篇，另外一个所在伫箴言17章第1节。两个经节所讲的物件有类似相像，有可能咱箴言迄个经节，咱较少读到，毋知咱看了有啥物款的感觉？等一下咱会去看迄个经节。伫诗篇133篇，伊讲着讲，看兄弟伫即个中间和睦徛起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咱和合本的圣经用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来咧形容兄弟和睦同居。所以伫即个中间，伊用两项物件去形容。伊讲即款兄弟和睦会当同齐徛起。是我你的好，我你的水，亲像安怎好，亲像安怎水，就亲像迄个贵重的油亲像迄个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咧讲啥物？这咧讲迄个亚伦受抹油的时，迄个油对伊的头壳淋落，然后迄个油全对伊的头壳流到伊的喙鬚，流到伊的衫。原来伫圣经内底咧形容兄弟会当和谐徛起，用即款的物件咧形容。第3节，伊阁用啥物话来形容？伊讲亲像黑门的甘露降伫锡安山，因为迄个所在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气，就是永远的性命。所以用啥物话去形容迄个兄弟会当和好徛起？伊用黑门的甘露，黑门的甘露。迄个甘露所讲的就是露水，黑门是一个山一个山，它山上的露水降在锡安山，就好像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迄个福气是啥物？是永远的性命。咱若用即个所在来看大笔所写的即个诗篇133篇，咱看到心内感受应该是足温暖。哇，兄弟和好徛起，有够温暖的，亲像上帝恩典的祝福，亲像黑门的甘露。然后伫迄个中间，互人感觉讲，哇，这会当做伙徛起，既然有遮尔好，遮尔水。我想咱读即个经节，有可能大家甲我的感受同款，这是一个真好、真有福气、真水的经节，互人读起来感觉讲。即个代表毋知是安怎去感受到即款的好，即款的善。拍算伊是台币王，伊是做王的，甲咱这一般的人无啥共款。所以伊可能伫伊的生命中间，会当看见上帝恩典束缚伫伊的生命中间。但是事实上台币咧写即个诗篇133篇，虽然差不多咱有读到迄叫做旧家的诗，旧家的诗就是。要对平地，要去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伫山腰，在山腰上，所以你爱对下底爬去到耶路撒冷，迄条路足歹行。对耶利哥行去到耶路撒冷，迄条路真歹行，阁真侪强盗，煞用煞袂记，真侪强盗会伫遐抢人。所以有一个故事叫做《好的撒玛利亚人》，伊就是咧讲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来，结果去用抢了，就是迄条路，迄条路真歹行。所以伫迄当时，拢会写一寡过去诗人所写的诗，伫遮就是用台笔所写的诗，叫做旧家的诗，就是你对下底要爬山去，足歹行，行落去的是要安怎？唱歌。所以伫过去中国，伫迄个四川，伫迄个山内底有迄个挑夫，有无？有一首歌，挑过山，挑过河哟，有迄个挑夫一个歌，迄种的歌拢非常有迄个节奏。迄个节奏就是在要行落去的时爱有迄个节奏，唱歌，然后逐个对着迄个骹步对咧行，亲像过去做兵的时，拢爱唱啥物歌？军歌爱迄个达数1、2、3、4，爱呼口号，爱达数，用迄款，互人的心伫遐重新得到开力，来爬旧家的路去到耶路撒冷。迄个诗叫做旧家的诗，但是
大笔虽然互咱读到今仔日即个诗篇133篇，读到亲像真温暖，但是事实上，伊伫写即首诗的时，可能毋是上温暖的时，伊有可能是伫撒母耳上悬22章所记载的一个故事内底，记载着伊安怎闪避扫罗文王的追杀的时，所写迄个诗篇133篇的时。撒母耳上悬22章，伫遐记载着一个真重要的故事。即个故事其实爱对21章开始讲，因为扫罗想要杀大卫，然后什么人想要顾大卫？扫罗的囝，什么人？约拿单。约拿单甲大卫足好，所以伊甲大卫讲明仔载啊，我会出来，我会带我的奴仆出来射箭。啊，我若射迄个箭吼，你密伫迄个树篮内底。啊，我若射箭出去的时吼，我若甲你讲，我甲迄个萝卜讲，箭伫你的头前，哦，那个箭在你的前面，你要往前去找。箭伫你的头前，你爱去找，安尼表示讲哦，阮老爸要杀你，你嘛搁转来啊。伊咧警告大卫，你嘛搁转来啊。啊，但是啊，我若讲吼，箭伫你的后壁。安尼你就会当转来，因为阮老爸要杀你，啊，这是我互你的保证，我要保证你的安全就对。所以伊伫迄个中间，真正叫大卫立伫树篮内底，然后约拿单箭射出去的时，伊甲迄个萝卜讲，箭伫倒头前后壁？头前，箭伫头前，所以大卫足伤心的，伊知影扫罗要甲杀。所以伊只好开始伊走路的人生，就安尼，大卫开始走路，然后走路就算啦，伊走路出去啥货拢无走，全走去一个因以色列的祭司的迄个所在，然后甲伊讲：我是大卫，你有物件通食？去甲迄个祭司讨，啊，迄个祭司看着讲，啊，即个大卫，即个就是迄个。扫罗王头前迄个足红的迄个人，所以啊就讲啊，但是哦，我无物件通互你食呢，我剩迄个圣餐桌顶悬的圣饼，哦，迄祭司用的圣餐桌的圣饼会当食呢。啊，你甲你的萝卜有清气无？哦，那圣经所写的有没有亲近女人？亲近女人就是不干净的，这是过去的想法。你茫甲恁某安尼讲啦，你若甲恁某安尼讲，会用讲死。所以伊全伫遐甲问讲，啊，我干那即个桌顶的饼，你买无？大卫讲有哦，好，阮出来出任务吼，一定拢嘛足清气的。所以啊，饼撒咧就食食尔，因足枵的。然后大卫佫甲即个祭司甲问讲，啊，你有剑无？哇，你看即个大卫走了偌两倍啊！伊出来含一支剑都无走，结果即个祭司甲讲，剑是无啦，但是倒一支啦，就是迄阵吼，你杀死迄个歌利亚的时，歌利亚迄支剑伫遮啦，迄支刀伫遮啦，啊你买无？好，大家听着讲买咯，迄支刀全揢咧，然后继续走路，走去到地，走去到一个所在叫做阿杜兰、亚杜兰，即个所在。全秘伫迄个所在，亚杜兰是一个地名，伊全秘伫亚杜兰山顶的一个墓坑。上界凄惨的是，当伊走去遐秘的时，伊的老爸老母也出来，伊全将老爸老母寄伫摩押王的迄所在，寄伫别人的所在哦。啊，然后家己走路去秘伫阿杜兰的山顶墓坑内底。全秘伫迄个所在，即个所在现在变做以色列应该是约旦吧，一个足出对，以色列即个所在伫以色列，毋是伫约旦，伊是伫以色列一个足有名的观光景点，叫做亚杜兰洞。总是你无法度看到迄个人相片毋是即个所在啊，这我翕的啊，即个毋是亚杜兰洞，但是伊的迄个感觉就有点像这个样子。遮内底有一个坑，遮一个坑伫内底。然后大卫伫遐走路去到遐，上界趣味的是，迄当时阁有400个人去对伊，
全甲台北做伙秘伫迄个亚杜兰洞内底。请问大家，这400个是啥物款的人？是战士吗？这400个是勇将吗？这400个人是要对台北来征战的人吗？上趣味的，就是伫遮。这400个，有诶是做乞食的，有诶破相的，有诶摆骹的，反正就是伫当初时社会阶层内底上界低一层，全走去迄个所在去对台北。讲较白，台北伫迄个中间，迄个时阵做诶是啥？其实伊做诶就亲像丐帮王子啊，所有对伊诶人拢是咧讨食。即内底毋是啥物大有勇士，也毋是伫迄当时社会真有地位诶人。逐个人拢是对台北伫遐伫走路诶人，走去到遐。但是请咱注意，伫即款诶情景下底，是安怎台北会写出兄弟和睦徛起，是河顶诶好，河顶诶水。是安怎伫迄个中间，台北伊所心内感受诶，毋是伫走路中间迄款诶艰苦，迄款诶紧张，伊毋是伫迄个中间咧感受着扫落要甲抬诶迄款诶惊吓，伊反倒伫迄个中间所感受诶是兄弟和睦徛起，是偌尼的好，偌尼的水。我想即中间有真值咱来思考诶物件。伫诗篇130篇、133篇内底，台北用2项物件去描述啥物货叫做好甲水。第一个，伊讲亲像贵重诶油。即个贵重诶油所讲诶是啥物？伊所讲诶，伊描述诶就是亲像阿伦对头壳淋落到喙手到衣襟。其实即个油伫当初时所用诶就是分别，甲你抹油。表示你是受分别的，你是万中选一的。你是要诚做王的，你是要诚做先知的，你是诚做上帝要抹油的萝卜的。所以当即个油抹落时，你甲别人已经无共款啦。所以即个油抹落时，受抹油的人会有足侪的芳气伫迄个中间来出来。然后伊所代表的就是。用油甲你抹，对打开始，你爱用服侍上帝的态度甲心智，甲人徛起，因为你所代表的，就是上帝的萝卜。所以伫迄个中间，互人看见，伊用贵重的油伫遐咧描述的时，伊互人看见兄弟和睦徛起的感觉，就亲像遐个人是受分别的，遐个人是甲一般的人无共款的，是好的。是善的，是互人欣赏的。但是伫迄个中间有一个真重要，就是你爱有改变，直到油会当抹伫你的心情。所以人的改变是和睦同徛起的一个第一条件。第二个，伊伫即内底讲到显门的甘露，伫即个中间，即个黑门所讲的其实是黑门山。黑门山伫以色列的北边。然后北边有一个山，即个山住伫现在的叙利亚。即个山伫以色列的北边，然后即个山足特别的，即个山到南边足少落雨，差不多是未落雨。这是未落雨的所在，但是即个所在拢有水啊，有真侪水分。即个水分对倒来，即个水分是对。显门山北边显门山顶悬，伊差不多2800几公尺的山，较无3000公尺。伊的山头、山顶常常拢有雪绵绵，然后伊有小风对下底吹起哩，吹起哩了，甲迄个冷顶悬冷风的雪，即个水汽夹做伙，全伫暗时形成一个足高的露水。所以即个所在袂落雨。但是涂骹拢会踏，足趣味的所在，袂落雨，但是涂骹拢会踏。伫即个诗篇133篇，伊内底讲到啥物？伊讲到
即款伫圣经内底形容着黑门山的甘露，阮若摆拢讲着，伊拢会形容讲上帝恩典就亲像雨降落，但是你看无，你看袂到雨对顶悬落来，但是迄个露水，就是伫迄个中间，互菜色，互土地，互人伫迄个中间得到水，得到通用，然后润泽大地。我想伫即个中间用黑门山的甘露来形容上帝恩典，是一个真特别，伫当初时，伫当地人非常会当感受到的。因为你看袂到落雨，但是你会当有够野的水人用。搁较趣味的是，黑门山迄个所在山骹，就有一个叫做但，一个叫地名叫做但。这个所在黑门山其实就是约旦河的发源地，所以黑门山伊是约旦河的发源地，伊所降落的露水所产生下的水分，也成做约旦河水的源头。而伫迄个中间，这粒山非常特别，还佫有圣经佫几若摆拢去提到这个所在。但是伫遮伊所讲到的，迄个有福气的人，就亲像什么？就亲像即个得到黑门山的甘露，你看袂到，但是润泽土地，互你有够野的水通用。我想即款的形容是一个足特别的经验。若毋是住伫当地，无法度去体会；若毋是住伫迄当初迄个所在，无法度去感受到，是安怎要用黑门山来形容，是安怎要用贵重的油来形容？我想这拢是甲信仰有关系，拢是甲当时所徛起的所在有关系。大笔伫迄当时用即两项物件来形容一个有和睦徛起的家所得到的恩典甲祝福。我想大笔伫遮伊所感受到的是内心的富足。内心的丰富，大卫在这个地方感受到他所拥有的东西是非常的甜蜜，非常的甘甜，让他觉得非常的幸福。但是不要忘记，他那时候在哪里？他那时候应该是在跑路，在走路，甲这400个人做伙，这400个人来做无工课，搁要靠大笔食笑。但是大笔甲遮个人，三角过着一个非常甘甜的生活，大卫跟这些人反而过了一个很棒、内心富足的生活。啥会叫做内心富足？内心富足所看重的，不是你有偌济物件，重点不在于你拥有的事物有多少，但是伫这个中间所有的内心的富足，第一个，伊所讲到的是人际关系丰富甲多元。大笔即个人真特别，伊受抹油了后，去到扫罗的面前去服侍，但是无偌久，伊就开始伊走路的一生。但是真趣味，伫伊走路的过程，真侪人伫甲帮助。我想大笔是一个真贤做人的人，所以无论伊走路到去佗，无论伊行去到甚物款的所在，拢有真侪人甲伊帮助。甚至有即400个人，虽然即400个人毋是咧外面讲，但是伊悠然通走去到大笔的所在去投靠。我想大笔，伊虽然在走路，虽然过了真艰苦，但是伊走路的过程，互人看见伊人际关系的丰富甲多元。有一句话咧讲，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啊！你朋友若无够，你莫想讲你有法度走路。啊，若要走路吼，想要靠厝人吼，我想也真困难。所以伫即个中间，互人看见一个人内心的丰富，就是伊伫危急的中间，伊伫困难的中间，有偌济人愿意伸手帮助伊，有偌济人愿意伫你艰苦困难的时，阁愿意甲你徛起。有偌济人愿意伫你上界卑微，伫你上界互人看袂起的时，还阁认你做朋友。我想有真侪人拢会当伫
人请伊的是讲，迄个是阮朋友。但是人敢有愿意伫人亲像落水狗去互拍的时，佮讲，迄个互拍的是我的朋友。人的丰富到底伫佗？人的丰富是伫你上界需要的人，伫你上界需要的时，也有人愿意伸手帮咱。伫迄个时阵，就是一块饼干，一块饼干，台语讲一块饼干，和合本叫做一块饼干。即使是一块饼干，都得到相当的温暖。这亲像伫咱头拄仔所看见的迄个凯奇的包裹，迄个故事内底，小小的一个包裹，成就了很多的人内心的温暖。第二项，内心的富有，伫遮所讲的是对外界的包容甲肯定。我毋知是安怎，即400个人会经台北上界清惨，去互扫罗赶出来，要互扫罗追杀的时，要去刀口台北。我毋知影咱会感觉即点足奇怪嘞。今仔日台北若是足好业，今仔日台北足好过，即400个人去找台北讲，台北啊，你得要做王啊，分一喙饭来互我食。我想安尼佫讲会通。但是，即400个人是伫什么款的时机去找台北？是伫台北美伫阿杜兰洞的时，伫遐上界落魄的时，400个人佫去找台北，请台北收留因。请问，台北伫因的眼中是什么款的人？台北伫因的眼中是一个愿意接纳我即个卑微比台北你佫较衰尾的人，全世界拢已经无人要接纳我，然后我会当伫遮找到一个安稳的所在，所以因来找台北。我想伫迄个中间，可能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叫做同是天涯沦落人。啊，下一句是啥？相逢何必曾相识。国文老师就是无共款。咱读念一摆好无？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想伫迄个中间，台北互伊个形象就是，即个台北足疼人。虽然伊今仔日去互扫罗追杀，但是即个后摆是要成做一个疼人的以色列王。我想台北伫迄个中间所表现出来，就是我对所有的人拢愿意包容，我愿意肯定遐个至美势一个，所以遮个人才会敢伫迄个中间，伫迄个时阵去找伊。然后遮个人也真好打，就已经知影台北无物件通食，佮愿意伫迄个中间去靠伊。因要靠的是啥物？我想因要靠的毋是满汉全席啊，因要靠的嘛毋是伟大的西式料理啊，因伫遐要靠的就是去找到一个会当了解我、同情我、愿意收留我的一个王。就算讲即个王现在美伫阿杜兰洞内底，一个毋正乡、毋正所在的所在。但是，即400个人甲台北王做伙住伫内底时，真内底就亲像王宫共款，互人得到温暖。迄款的温暖，毋是对遮的来，是对人甲人之间的接纳，人甲人之间的包容，是人甲人之间愿意相听所产生出来的，互人欢喜伫迄个所在动徛起的感觉。第三个内心的富足，所讲的是伫一个群体中间的价值甲尊重。真侪人伫遐咧问，怎么年轻的都不尊重我？真侪人伫遐咧问，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没有伦理。所有的伦理讲的是啥物？就是长幼有序即款的感受，人甲人之间的分界，常常拢会讲到没大没小，
常常拢会互人伫迄个中间看见讲，哇，即个少年人无分寸，心内无尊重。但是你敢知影？伫现在啊，现代即个时代，要互一个少年人，你会当得到一个少年人的尊重，你会当讲足简单的，你嘛会当讲真困难。简单是安怎简单？你要做一件事，互伊会服气的，伊就看重你。你只要做一件事情，让他服气的，他就看得起你。但是啊，无论你的身份有偌悬，你的荣耀有偌请领，假使你讲的话，你做的事，无法度互伊心内有福气的话，迄个福气讲的就是让我服气啊。我感觉讲你真正是敖，若毋是安尼的话，你就算讲阁是一个总统，去到伫人的面前，人照常甲伊比中指。我毋知咱敢有看到即个新闻？伫美国有一个人，有一个查某的吼，骑脚踏车对川普的车队过，转甲比中指。我头拄毋是比中指啊，比会了，结果即个去用插，去用 fire 吼，去用 fire 了。所以就算讲你是总统，你无你所行、所做、所讲的物件，无法度得到人对内心的佩服的时，你所做的拢无效。你无法度伫迄个中间得人尊重。我想，大笔伫即个中间，伊所体现出来伫群体中间的价值甲尊重，是互人伫心内得到真大的感受。讲即个大笔所做的，我看会起；即个大笔所做的，我真正对内心佩服；即个大笔所做的，互我愿意跟对你。亲爱兄弟。你伫一个群体中，可能嘛甲我同款，真爱受人尊重，爱做伫权威。但是咱是毋是嘛注意到咱家己所讲的话、所做的行为，是毋是互咱的后辈通用遐个物件，互咱得到伊的尊重？今仔日无论你伫你社会地位有偌悬，无论你身份证顶悬的数字有偌济。无论你伫即个世间中间的经验有偌济，无论你会当趁偌济钱，请咱注意，咱所讲的话、所做的行为，才是伫一个群体内底，互咱来后辈尊敬咱上重要。若无，你阁讲甚物话，拢无效。大笔伫即个中间，伊所表现出来的。毋是外在物质上有偌美丽丰富，伊所表现出来是一个看袂到的物件。400个人甲大笔美伫阿杜兰洞内底，然后讲兄弟和睦徛起，是偌尔的好，偌尔的水。这可能敢若大笔甲伊迄400个换贴的，才感受会到。但是伫因所感受的中间，互咱发现一项物件：幸福。毋是去追求，幸福是感受出来。幸福毋是你会当追求什么款的物质，互你得到幸福。幸福是感受到你身躯边所有的一切，特别伫人甲人的关系中间。以前拢有一句话咧讲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什么？人。即句话安怎解说？台湾上界水的风景是人，即句话安怎解说？因为有人情。不管你所看到的山跟海有多漂亮，都比不上在台湾人所给你的那种人情味。我想对过去到现在，还阁有真侪人伫即个中间伫感受。这其中嘛，互咱咧反省2项物件。台湾真正是看会到物质山甲海，咱的环境拢破坏了啊！真是剩的上好的，全剩看袂到的人甲人的关系。这第一个。第二个，真去到台湾，咱是毋是还阁有？莫讲台湾啦，莫讲去到台湾，
真伫咱台湾人的身上，咱的心内是毋是阁会通表现，互人感觉讲，嘿，你是台湾人，你互我感受到满满的人情味。就是咱会当有一种会骄傲讲，我是台湾人，所以我要互我周围的人感受到满满的人情味。我想咱用即款的角度来看咱所徛起、所生活的所在，多一点欣赏，少一点埋怨，会互咱的生活，会互咱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哪来哪好，哪来哪顺。伫咱所读的经节最后一节，毋是最后一节，这今仔日咱读的是第一个，是《箴言》17章第1节。但是好学本来伊讲，吃一块硬饼干这是迄个现代中文译本修订本，吃一块硬饼干而心安理得，胜过满桌酒肉而相争相吵。意思就是讲，假使我甲你之间真散，敢若一块饼通分你一半，我一半，大家好好徛起，赢过食满汉全席，两个伫遐冤家。我真爱即句的台语，这是阮老爸甲我教，我一世人拢袂记。伊嘛用这咧提醒我甲阮小弟，但是事实上伊是提醒我。因为敢若我会欺负阮弟弟，阮弟弟拢足疼我。伊讲烟下满厝也有三钱，毋达到一块仔饼干，阁有安静。咱做伙来读看卖好无？烟下满厝也有三钱，毋达到一块饼干，阁有安静。中迄句毋达到一块仔饼干，阁有安静。做伙来读。毋达到一块仔饼干，阁有安静。对头，做伙来读。烟下满厝也有三钱，毋达到一块仔饼干，阁有安静。我愿意咱的教会是称做干若一块饼干，但是有安静的所在。我愿意咱的教会毋是为着规桌顶的物件伫遐咧相争。但是，虽然只有一块饼干会当互相来分，嘛免有疼伫咱的中间，咱三个来记得。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通过阮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册，搁一摆提醒阮，阮卑微，阮软弱，阮真小可。但是恳求你用疼来款待阮，互阮伫一间小小的教会中间，通看见你的荣耀，你的疼痛，施落伫阮每一人的中间，得到高举。愿阮所做的得到你的欢喜。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